一开始是一间公厝的盐田顶安宫，大约伫33年前重建庙体，后来因为科工区政治整土建路，庙宇因此需要提悬6尺外，但工程却造成庙体损害。近年来，庙宇一直有老化的困扰，庙方为此四界走踪，希望会当为市民修理庙宇。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找到蔡立青愿意担这个重担。定安宫这个重建是这个近5年重建，重建到即阵都33栋啊，33栋啊，伫这个过程中，咱一个科工区咱这个科工区来开发伫迄个84年来开发，开发咱这个迄款迄阵的咱这个较低。个称管6尺外，6尺外，这个称管就变作地沟拢会迄个震动震动了后，即马是这段时间才几年就变落雨，真难得拄有这个蔡立新伊个愿意要来担任咱这个重修这个委员会的主委。盐田顶安宫中修委员会自今年1月11号举办庙宇中修动土典礼后，靠着信众1000、2000慢慢累积，到现在已经募得300多万的善款。中修委员会主委蔡立青表示，盐田里是一个向心力真足的社区，只是欠缺有人率先发起中修事务。现在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结合众人的力量，要来替地王爷换新厝。1月11号。动土到即马，到目前呢已经募款300多万吼。那这全部拢是咱安尼在庄的住户情感交流吼。包括咱即届看到咱的越南籍的新娘，伊过来家，伊嘛做发心的伊她捐了50万。那我有甲问讲为虾米你会捐遮侪钱？伊讲咱家己徛的厝的拢好势，看到咱新民徛的厝，而且是伫遮已经几10栋看到徛的厝咧老户，我们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咱有。其实咱这个庄头的向心力是足够的，但是咱无一个人发起，无一个起头大家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庙。那当你这个中修委员会你甲组立起来了后，你一发起以后，其实咱规个庄头的向心力、凝聚力就出来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等下甲看，其实大家捐的数量都无侪，500、1000，但是这样累积下来从咱农历1月份到今嘛，很快速它就累积到300多万了，包括足侪过去捌来咱庙林遮求过王爷的人，因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新闻发现咱这个庙即马要重建，那又有一些神迹开始来才发生知影讲神明地王爷咧呼吁大家来同心协力的时阵，大家过去有在互动的，陆续都回来庙里做一些捐赠。定安宫主委王正吉表示，特别感谢蔡立青的大力帮忙，号召各界踊跃捐款，才会当互中修工程如此的顺利。感谢蔡立青真正阮来要求，伊个无等提示，来担任阮盐田定安宫即个中修即个主委委员真係伊足热心，伊拢有啥物代志拢会来配合阮，看要安怎来接互咱即个地方即信徒地方出去。搬出庄这信徒拢会当转来，尽量安尼当在这个地府先者斗帮忙因为这个庙已经咧老斗完成一下互伊安尼要大较安心，伊也安心，咱这信徒嘛安心。盐田定安宫中修工程大约需要7个月时间，除了厝尾顶修理，还有庙体补强以及美化等工程，预计搁过无偌久，就会当以全新的面貌甲信众见面。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